香港如果開始做生意咧，應該一種咧就叫做無限公司或者叫獨資公司，而另一種咧就叫做有限公司。嗱個名無限公司都話咗俾你哋聽，就係無限負債嘅。咁有限公司咧就係有限負債，即是話公司佢自己嘅債務佢自己承擔。而有限公司佢喺成立嘅時候咧，需要嘅步驟亦都複雜啲。複雜過一啲咧獨資公司，而佢每年咧個帳目咧都要好好咁處理，而且咧係要經過審計核數先至可以報稅。無限公司就唔需要啦。作為東主嘅你咧，你可以自己將啲資料咧係處理咗，自己咧係作為一個咧結算收入減所有支出，而佢報嘅時候咧亦都係報翻落去嗰個人嘅報稅表。咁無限公司嘅成立咧係好簡單嘅，你攞個商業登記證咁就可以成立一間無限公司。有限公司係裏邊咧係要有股東，會有董事。股東就係出錢嘅人，可以有1個、2個、3個都可以㗎，而且咧嗰個百分比可以唔同㗎，可能係50% 一個，然後另外嗰2個咧就20%。咁希望今次呢一個 video 咧俾大家知道究竟點樣選擇無限公司同有限公司。